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聽茶餘飯後，我係嘉星。我係小青，今日個題好沉重喎，消失嘅中產聽落已經好灰。係啊，其實大前研一喺2006年已經出本書叫《M 型社會》，嗰陣佢話中產會慢慢消失，社會得返兩邊，好有錢同好窮。即係中間嗰嚿又唔算好有錢，又過得去嗰班人，會慢慢冇咗，得返 M 字兩邊凸起。冇錯，右邊就係少數超級有錢人，左邊就係大部分中低收入下流社會咁樣，中間凹晒，貧富懸殊好誇張。其實嗰陣都好似有啲遙遠，大家都覺得中產咪中產咯，點會突然消失啦？係咯，但佢未必估到20年之後 AI 會令成件事快轉10倍。依家真係 feel 到嗰種中間層頂唔順嘅壓力。最近仲有件事幾震撼，微軟 CEO Mustafa Suleyman 接受訪問，話未來12至18個月，好多白領工種都會被 AI 自動化。係啊，佢點名講律師、會計師、專案經理、marketing office 工，通通都可能俾 AI 做大部分，甚至全自動。聽到都心寒喎。以前大家以為讀多啲書入專業行業就自然會變中產，依家原來連呢條樓梯都開始崩啊！同埋以前講自動化，多數諗起工廠藍領，今次係直接喐中產白領，呢個先至恐怖。但係又咁講，AI 唔係淨係搶飯碗，亦都會開新工種。不過問題係轉型嗰段時間，邊個頂得順？係啦，最大風險就係有資源嗰啲人可以好快學識用 AI 放大自己優勢，冇資源嗰班就越拉越遠，變成 M 型社會左邊。咁喺 AI 急速發展底下，我哋究竟可以點樣自處？唔通而家全部人都去學寫程式？其實未必，寫 code 都可能俾 AI 頂咗一截。我覺得反而要諗幾樣嘢。第一，學識用 AI 而唔係同 AI 鬥快。即係點？好似以前唔係人人都要識寫 Windows，但係要識用電腦。差唔多啦，你要諗點樣用 AI 幫你慳時間，變成你嘅超級助手。例如一個會計，未必要自己打晒所有報表，但要識 check、識解釋、識同客講人話。即係技術可以俾 AI 做，但係判斷、溝通、責任仲喺人度。咁識揸機器嗰啲人就變得值錢。第二樣就係培養啲唔易被取代嘅能力，好似批判、思考、創作力、同理心、談判、帶團隊呢啲 AI 暫時都係似係又唔係。仲有就係要彈性啲，唔好死守一份工。可能你主業係設計，但係可以試下做內容創作，開 online 課程，甚至 side project 做生意。係啊，多幾條收入線，起碼唔會一個行業出事就斷晒糧。同時都要控制生活方式，唔好一有少少加人工就即刻升級消費。呢個就係中產最大幻覺，以為份量會年年加，所以買樓買車供到最盡。但係經濟一差，行業一變，成個計劃就散晒。所以消失嘅中產唔淨止係收入問題，仲係心態問題。如果仲用上一代嘅公式諗人生，喺呢個 AI 年代，好容易變成 M 字左邊。聽落好沉重，但又唔需要太絕望嘅，反而要問自己：我有冇好好用緊 AI？有冇定期檢查自己技能，仲 fit 唔 fit 將來？同埋記住一樣嘢，中產唔係一個身份牌，而係一種持續提升自己又識風險管理嘅生活方式。如果可以保持學習，肯試新嘢，唔怕轉工轉跑道，咁就算大環境點變，你都仲有主動權，唔會咁易被時代淘汰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聽完會諗一諗自己同 AI 嘅關係，唔好淨係驚，反而早啲部署。多謝大家收聽茶餘飯後。如果中意呢類討論，記得訂閱同分享俾朋友，一齊思考未來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